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耶利米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，使徒行传第8章18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无价之恩。基督徒所领受的是上帝所赐的恩典，但是许多人因为自己的需求而选择离开上帝的恩典，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。他们虽然领受了上帝的救恩，但却仍然回头去寻找偶像崇拜的习惯。也正如先知耶利米书3章第1节到第5节，先知的话这样说道：上主说，如果丈夫休了妻子，妻子离开他跟别人结婚了，他怎能把她再接回来呢？他这样做就是玷污了土地。但是以色列啊，你跟好些情郎私奔，现在却想回来找我。举目看看那些山头，你能找到一片你没有卖过银的土地吗？你在路旁等候情郎，好像阿拉伯人埋伏在旷野等着猎物一样。你竟不觉得羞耻？以色列啊，现在你却对我说，你是我的父亲，我从幼小的时候你就疼爱我，你不会对我一直生气的，长久愤怒。这是你对我说的话，但是你还是一样一意的孤行，做尽坏事。基督徒应当要重视上帝的恩典，而不是重视自己的需求，否则的话就会违背了上帝的恩典与旨意。有些人把上帝的恩典，把教会当成魔力的工具以及场所，但是这并不是上帝救恩的本意啊。圣经里记载了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圣经说，你们要医治病患，叫死人复活，洁净麻风病人，赶鬼，你们白白的得，也要白白的给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8节的经文。但是我们仍然看到有人想要透过教会，透过团体，甚至圣灵的能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。有人甚至会为了利益欺哄圣灵。使徒行传第8章18节到24节也记载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。西门看见使徒们按手的人都领受了圣灵，就拿钱给使徒说，请把这能力也给我，使我替谁按手，谁就领受圣灵。彼得却对他说，你跟你的金钱一起灭亡吧！你居然妄想能够用钱买上帝的恩赐。你在我们的工作上没有份，因为在上帝的面前你的心术不正，所以你要悔改，离弃邪恶，祈求主赦免你心中的这种意念。
我看出你正在啃着极度的苦果，作罪的囚徒。西门对彼得和约翰说：请你们为我向上主祈求，使你们所说的这事不至于发生在我身上。彼得和约翰在那里做了见证，宣讲主的信息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。归途当中，他们在撒玛利亚许多乡村传福音。我们基督徒应当要警醒，要时刻的反省，要努力的成为上帝爱人的器皿。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上主啊，你不变的爱上达诸天，你的信息高入云霄，你的公义像大山势力，你的判断像深渊难测。上主啊，人和牲畜你都看顾。上主帝啊，你不变的爱是多么的宝贵，人都在你的翅膀之下找到庇护，他们在你家中享受盛宴，你与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，就是生命的泉源。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得光明。求你不断的眷顾认识你的人，求你继续善待正直的人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努力的追求主的救恩，并愿意成为上帝呼召的仆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